真是嘞哦，迄个地理师嘞，拢转来啊？阿妹，你敢有听阮阿爹讲什么？有啊，今仔日老爷，甲以前老爷拢无共诶。这个进门哦，都满面春风，唔知伊欢喜啥物？看你讲话哦，拢讲袂完的哦。真是嘞哦，安尼我知影，阮阿爹一定去钓到一个真好的地理。对啦，老爷搁带一个查某囡仔转来。哦，是啥物人？听伊讲哦，是外地人啦，啊，拄着困难咯，老爷甲叫转来，是要伊做姊妹啊。有影哦，安尼好啊，以后我搁加一个伴。哎呀，这哪有好啦？我看你哦，莫想欢喜要紧，到时哦你会后悔。你是安怎讲？你想看觅，当恁阿爹甲恁阿娘该当做咱种上明珠，啊，甲会总啊加迄个查某囡仔哦，伊绝对会甲你抢一半去。甲迄个时阵，敢会安尼？迄人的心肝是真歹讲哦。我看迄个查某囡仔，敢足厉害的。真厉害！当妹啊，那安尼我要安怎？对啦，你甲老爷甲夫人讲嘛，讲你反对。啥？你要反对？虽然啦，一人讲家人是家好见的，啊，怎么有苗娘啊要来甲你做车卖？这哪有啥物唔好？你顶多较有伴啊！阿娘，等你是咧欠后生，也无咧欠查某囝。你家己看，你看伊穿啊规身躯乌糟糟啦，啊嘛唔知为倒位来。我看吼，一定无好货啦。官位，安宁，小女子告示。别讲。虽然啦，这个查某囡仔真可怜，人讲救人是做好事，你知？救人哦，会用的嘛，啊无，互伊踮遮做查某干啊。官位。这好啦，安尼好啦，咱就安尼照安尼办。当梅啊，甲带你要来面换衫。是。后盖我会派工课互你做，交来。是。多谢大小姐。宝贵啊，宝贵啊，我甲算算的吼，用暗主席的证金最好的时刻。啥主席？哈哎呦，袂用的啦！你看，啊，日头尾阿妈，啊，你哪会付啦？嗨，安尼啦，哪会讲袂付啦？咱若煞了加派几个人来去斗下手，哪会讲袂付啦？内面的人啊，赶紧甲叫几个人来这个所在小帮忙了吼。来，一对。哎呦，变好来啦！
啊，凊彩啊，待在遮就好啊咧。这花呢，落规日白停啦。啊，你这看要安怎出门啦？爸，你是咧急啥啦？人第你生日都讲除了迄个主席以外，也无别个较好的时刻啊。有是有啦，主持比较吉利啦。袂赴啊啦！啊，无是安尼啊，你嘛赶紧甲我算看咧，算我有啥物较好的时刻无？啊，有啦，透早卯时啊，好事。光辉啊，啊，恁等下等下有要坐船好无？免。哦。规地我也无差，阮老爸风水我已经做好啊咧。自成之母，浩然自切。第二先生，安尼看电影敢是只，伊哪会讲叫撞去嘞？去啊啦，去啊啦，一切都去了了啊啦。干啥呢？这个自切是什么人？就是迄个尊夫啦。人讲福人机福地，福地福人机，无非是我等家的祖先无福气啊！王伟啊，遐若要生后日的亲子，莫属伊自家，毋是你等家咯。王爷，这个自切现在是倒样？你甲他拖来！无王伟啊，我等你找要创啥？我要甲收起来做囝婿，伊生的囝，也毋着我的孙咯，也毋是共款。哦，好办法，好。王伟啊，啊你莫看查某囝要答应无？我袂答应啦！叫我去嫁予一个人无成人，鬼无成鬼，我毋啦。无啊，虽然的啊，啊，主理的婚事是应该爸母做主的呢，啊，你哪会反对你哪爹？啊，都对啊，自视是倒遐歹，五官端正，眉目清秀，做事搁认真，倒是搁故意，后壁甲你拍算，敢有毋对？我无爱啦，我是一个千金小姐，我大无一个叫我嫁一个批准的，我无爱啦，我不爱嫁啦。哎呦，虽然的啊，你这唔通看伊无起哦。人主持的后代吼，是未来的天子，你知无？你若嫁伊哦，后迄个是皇太后哦。安尼啊，你啥看得遐尼迷信啊？哎，现过信其有，不过信其无啊。爸母总是袂害你。阿爹，安尼啊，恁两个吼，若是真是要逼我嫁予伊，我要来死啦！无咯，虽然的啊，虽然。哼，这个查某囡仔拢是互你生生派。啊，你又搁赶我遮来啊？禀夫人，莲子汤是要捧来吃寿。啊，不爱食，不爱食啦。哦，小等呢。夫人，苗娘的啊，你甲我捧去后厅啦，捧遐等我，我小等要甲你讲话吼。是。老的啊，我有办法啦，我有办法啦，你是什么办法？来啦。苗
嘞，无你撩我袂着。阿祥啊，喂，是安怎？哎呦，我肚肚疼啊！紧来甲我甲妈，是安怎啦？我肚疼烧，哎呦，心肝，哎呦，要死啊！要死啊！你来，来你啦，叫兄烧水啦，甲传沙啦，你来哦，你来哦。天啊！爹啊！妈祖保下你着保庇你，保庇你着互伊生查甫的哦。喂，小啦，唔敢啦，哎呦，哈哈哈，高水的啦，对啊，歹势，这都我是讲安尼啦。我今仔是请恁来的目的哦，是讲，咱四旦的亲戚也无偌济咧，但叫恁来这行坐坐，熟悉一下。哦，也是讲，互恁知影讲我呀已经抱孙啊啦，啊利用这个囡仔做满月，啊，毋则请恁来这行呢，互恁安尼破费哦。啊，歹势。安尼啦，你敢若无看三只啊哈？来啊啦！啊，三只啊！你小万来啦！看慢来啦。小哦。就爱讲虽然我也招翁，也个也是囝心人。是，吼，三只啊，毋是虽然啊啦，是迄个大汉的啊。大汉呢？你敢毋是敢若是迄个查某囝尔呀？无啦，三只啊，你啥叫我袂记哩？我都有2个查某囝啊。安尼哦，囡仔是倒位啊？我来谢，这工作看者谢。那会安尼靠回点？看你出事哦，靠较准啦。有影这个囡仔哦，实在有影做好歹药吃啦。谢。哇！你家己，你来看，你甲看，这个囡仔的天平饱满，这个运动又搁真长，你看，这个鱼啊，搁一对假大对。这后摆吼，一定是大贵人呐！莫怪啊！你再才歹药吃哦。是安尼哦，三只啊，大姐，安尼这个口要安怎啊？无要紧，我有办法。迄歹药吃的囡仔哦，若当作我，伊就变甲乖。小，阿妈是。唔敢，文章也是哦。文章，三只啊，等你文章是要创啥？呀啦，你就知啦，你就知。小，唔敢哦。小啦，听小哦，唔敢，小。你看，安尼变乖袂头啊！这个囡仔讲安尼才古锥啦。你甲伊号名也袂？三只啊，我甲号做陈友良啦。陈友良。这个袂歹哟，个袂歹。恭喜陈元贵，恭喜陈元贵。元贵啊，听讲头胎是生查甫的时，哎，第二声呢，你是糟糕。查甫，这个功劳拢你的，你爱坐大位。无啦，囡仔先我看一下。我看囡仔，来，囡仔我看，个高水哟，真有人，更鱼，什么样啊更鱼？为啥有那个更鱼咧？啊，去啊啦，一切拢去啊啦！这个皇帝孙无代无时，甲更远啦。等皇帝做袂成，得做楚霸王哦。第一声啊，要有补救无？补救的办法是有啦，除非可以主持，未当生金主，将主持抬死。好。
你看，我又无唔叫啊，后尾门开开啦，一定是叫走去，紧对一个都袂使留的。是。夫人啊，你安尼做吼，会伤残你嘛？啊，你莫讲啦，我会安尼死做，完全是为着咱陈家，因为这个囡仔就是咱的啊。不是啦。苗苗，为怎有甲后家表要安尼做？敢讲伊无爱治你这个查某囝？伊是为着要治迄个囡仔，要治后代。啊？你来做。对家走，苗苗，哪里咧？等你叫我手机，我来甲伊手做转来。苗苗，伊是咱两个亲骨肉，我要做囡仔手倒转来，你家己先走。苗苗。